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食老出撇，台语安尼写，食老出撇，撇就是麻，出撇就是出麻疹。有的地头讲出麻，着过一届就一世人免疫，即卖已经有疫苗了。这麻是麻病毒传播的，囡仔囝较会着，是不时发生伫个儿童身上的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之一。若是食老才咧出撇出麻，就是咧讲人食老才做出着反常的行为，像讲伊做罗汉脚啊50担啊，即摆才想要娶某，人讲伊就是食老出撇。食老出撇食软惊硬，就是欺软怕硬，欺善怕恶。讲食软惊硬是一种无体的行为。过来食青领便，就是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你上好命啦，嫁一个好翁做小奶奶，逐工食青领便。上尾也讲一个食东食铁，就是凶狠残暴。这个高官啥物考面上拢敢摕，真正是食东食铁，食到阿鲁米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食老出撇，实在真趣味。